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人乃唔爽快，或者係動物被騙嘅嘢，留喺本醫生看。其實農作物、植物生蟲被寄嘅，也會醫生來診斷、對症下藥。兩百農民都係醫師自家按多年嚟嘅老經驗，無路靠農藥行嘅推薦來下藥嘅。唔過現下天時引來引難斷呢，農民也引來引差唔多，用嚟會有병蟲害，基本都烏白用藥嘅。無嘛驚估唔講，還可能會有農藥殘留一等問題。鳳陽區對去年開始推行實習植物醫生嘅制度，地地採地專業實習植物醫生係推太植物病理同微生物研究所畢業嘅高批林，以提高向民農企農會服務。植物醫生愛做按多乜嘅細條呢？是得同農民聽數多乜嘅呢？向下嚟看下先。佢個細空嘅，佢個田做下，啲面咯，原來佢上佢下嘅個批里，佢到佢為佢嘅比數，就田地行業原嚟都好。佢喺面農體系頭一代，未係全台灣頭一代實習植物醫生。今日我去看呢，就給調出嘅。我拿回去看，不是青枯啦，我覺得應該還是，對。對啊，我也是這麼認為，要不然就是疫病嘛，這兩種而已。疫病的話，就你看得出來嗎？如果泡水，它應該會，我拿那個水應該會看得出來。同小農站本身見公單，崇拜大專去發現作物的結果，還開始見老見寬。觀察一下，它這個斑點的分布是在比較老的植物上呢，還是在比較年輕的植物上？那再來就是會看它把葉背翻過來看，它上面有沒有一些什麼黃暈啊，或者是斑點這樣。那再來就是有時候會，如果是蟲的話，當然第一個就是一定會先翻葉背。因為前陣子剛好也是遇到一個茄子疫病發生的樣子。以下係佢名葉嘅，還看幾條嘅上嘅情形。以下拿定數據嘅翕相，還建做筆記，同農民講下來各位用嘅規山同方式，還個建議加到愛用嘅用藥嘅。像薊麻的話，就會看他之前都用什麼，然後再幫他挑一個效果會比較好。但是有時候可能農民就是可能會粉絲就選粉絲的藥，然後薊麻就選薊麻的藥，這樣就變成買了兩種藥這樣。可是有時候有一種藥它可以，你只要噴，就是一起噴一次。它就可以同時殺薊麻跟粉絲這樣，兩個他們都會沿着這個，就是算是他們的主脈這一條，然後跟這個比較粗，它會沿着這個邊邊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這樣，所以他們茄子的那個上面葉子的斑點就會集中在這個葉脈。主題建議愛用嘅用藥嘅，還會教農民用嚟來檢出蟲害，也係個別啲第三擺來昆診。農民站太高沒發現，田空嘅蟲害確實有顯明改善。我是覺得說，跟之前是改善很多了。就以前講嘅咩插麻部分有嘛嚇，之前我看唔實啦，而嚟講我看嘅啦，係，而就講講啊，我公開曬藥嘅啊，知識方面嚇改好當多啦，起碼就第一講啊。乜嘅片我有看，好，用乜嘅藥安尼啦。去年9月的意思，民農有為全台灣頭一代實習植物醫生，嗰批人就從按藥，一禮拜有幾行業為佢哋奧多拜同超好嘅工種人去到田空昆診，其他就唔會再個青菜亂買藥嘅，種嘅方法用藥嘅方法未天天嚟改善，農作物就限卡空間。我用正嘅農民談到，未正常愛有也行服務。一般農藥行畢竟他們員工冇按了解啦。按一般來講，就會拿比如講，拿也俾一筆看得乜嘅片。按太體上員，農會唔係講看得很懂啦。然後就是他們會推薦用藥，大概什麼病啊？一般來講，大部分唔係幾理想啦。效果一般嚟講唔係講幾理想啦。當然一種有一種人才，當然講希望先搖嗰個河，安尼唔是講我
这个安全去抢高人也用的，别人又讲麻烦。啊，当然唔知啲油啊，你过好啊，对啊，你知啲一天有帮助的啊。如果我们来说，第一种美容方面，伊咧嗰种全台湾省啊嘛，像美容方面有伊咧。实习这位医生出题许多填空款证，每位同许多检测采到嘅样本，我就会讲中医送到实验室来嘅农作物做详细嘅检查化验。今年针对推台研究所出入嘅个批点，拄好看到风险区推动实习这位医生嘅计划，佢就实际嚟去参加许多民农行业工作现场，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算很特别，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等于是说伴随着这个植物的生长，然后再加上，因为在学校很少碰到农民，就是跟农民的对谈也是一个需要练习。我觉得在植物医生来讲，跟农民如何对谈，跟了解他们在讲什么，也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一个项目。主要就是说，希望能够有这个更专业的人来帮助农民呐。也就是在这个病虫害的诊断方面能够很正确，那在使用一些农药要来防治病虫害的时候，也能够是选择正确的农药来使用那当然还有其他，包括这个肥配管理这方面，我想植物医师应该可以直接的帮助这个农民呐。这是青枯病的细菌。接下调医的实习计划嘅民农会同分享这位医生到来，希望大部分嘅到行卡到嘅工作人同增转嚟加強嘅後生農民有正確用嘅嘅知識。個用眼嘅農民可以正確嘅使用農藥，個嘛可以減少農藥嘅使用量，唔好也使到也往前買一個都冇效，唔係對症用藥嘅農藥嚟使用。嗰度農民尤其係嗰度後生嘅農民，因鼓勵工作嘅時間，因可能工作嘅一個經驗唔係介面多，佢就透過這位醫生提供一個好嘅一個正確嘅資訊，用藥嘅資訊。實習開始嘅頭一兩日，肯定年底民農有意嘅這位醫生，唔過農會已經推廣先頭，又見來見到嘅農民就會去接個批啲，大家去接佢天數嘅工作人。當紅農作物嘅昆證資料，佢都有詳細記錄，檢討起來。就是可以大概知道說，它這個田裡面可能在過往的這幾個月，固定會發生什麼樣的病害，然後什麼時間點會發生。那這樣也可以幫助我，就是可以去提早提醒其他也都是種這個作物的農民要注意這個病。就不會說等到它大發生了，我們才來防治。可能在初期，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治療。後生嘅鼓勵耕田嘅時間，因可能會摸索嘅時間會過長，但係要透過一個資料庫嘅建立嘅時間，用沿途沿喺天羅地網就可以迅速嘅尋到一個植物到底產生乜嘅病蟲害一個發生嘅時間。所以我感覺一個對一個整體農業嘅發展嚟講，應該會有幾大嘅幫助。唔過個批啲含實習階段未發現，天時唔正常，甚至到亞風調度未充滿未考驗。像是以現在來講，剛有颱風，然後又天氣好像又不像往年一樣，這個時候會變冷，所以有時候像是有一些病可能在像青枯病它其實在以過往的資料來講，它只要天氣開始變冷，它就會消退掉了。可是跟資料的不同，就是現在還是這麼熱，所以青枯病還是會出現。這算是跟過往的一些資料來講，就是算有點不同。去年9月的風險區先推出培訓實習這位醫生中藥計劃，同時經研究提出這位醫生法草案，希望建立證照制度。肯擺愛要證照嘅這位醫生簽診斷書同處方單，按你農民用藥嘅掌握正確，未將唔會輕彩亂用。目前我們就已經把那個草案就是這個植物醫師法的草案已經預告，主要就是要讓社會大眾來做評論嘛比如說這裡面哪裡定得不周延，或者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都能夠把意見反映給我們。
法案通過前，實施這位醫生行頭前，每次看下大家接數目，比到診斷要行卡專業，其實也計劃成啲咩一個動態嘅團隊。其實那個美濃的我們第一位的植物實習醫生，他後面是有一個團隊在協助他的。哦，我們有包括蟲害的老師、病害的老師，還有土壤營養管理的、土壤肥料管理、營養管理，好，那品種的管理都會在及時的時候，他有問題能夠協助他。這些成員包括改良場的成員、農事的成員，以及我們嘉義大學的老師，都是他的後盾。好正因為肯拜這位醫生檢查做得田地診斷，就唔會誤導農作物嘅品質。一個是及時，好，那可能以前改良場的有一些行政工作，那有時候會有一些時間上的落差。那農藥行給他的藥劑，那他可能沒辦法去評估，所以實習植物醫生他能夠及時的給農民一些診斷的幫忙，及時的治療，而且還有一個就是，他所開出去的處方簽，他能夠及時的去評估它的藥效。那在這種情況下，讓對田間的診斷跟幫助，以及用藥，還有將來農藥殘留的評估，哦，都是有幫助的。1、2、3、4，有嗎？兩個。實習這位醫生將開始行出去，一位好嘅開始。不過接下來還會面對農業市場需求嘅考驗，同提出這位醫生法草案下個修正。馮檢橋按算竟然會開公聽會來收各界意見，提出行較好嘅配套。按你這位醫生農民農企業就會建立未來溝通嘅平台。